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台东今仔日继续来落大雨。大武车站的前后拢有土石流，这个烂土水嘛冲入去附近的民体。另外，南回公路金轮大桥的南边有土石放落来，阻碍着交通。也阁有卑南乡，这个轿车驶过积淹水的路段，车全害去过路路。 车主徛伫咧水内底，双手伸到车底，就亲像伫咧检查衫，水淹到骹头区，轿车浸伫咧水里，含连啊拢叫水淹过，而且这个毋是溪仔，是车路。所以本来没那么深，就突然卡住这样，就车突然抛锚就掉了。今仔日这场大雨，互卑南乡和平路做大水，轿车驶过总条车，而且这场大雨灾情更难遮。 较土机前落寡暝，敢若看到南回公路金轮大桥南边土石放落来，互道路拢塌掉咧。各轿车驶过总崩链，慢慢慢强要动去。白车是因为土石流因为视线不良而撞上去，才撞到土石那个落石。 台东真侪所在传出灾情，那南回公路有土石连落来，就含南回铁基路大武站北边的大武2号泵坑口，拢叫土石冚过，铁基路规片黄淹淹，泵坑内底嘛拢淹水。前面土石流，后面土石流。刚刚还有区间车来接驳接回去，结果都没办法了。结果往回往那边土石流啊。代替南回线306号处自强号，因为土石流的关系。 调伫咧大武火车站进退两难。大武火车站和后边山顶大鸟川和平步路，徛家厝内底路口拢是土沙水。搞到没放下巴，更严重。这个水都从那边在进来。土沙水冲入去人道几若户的家区，海起，民众摕扫帚保护瓦，赶紧把水扫出去。受到外围环流影响，为昨暝到今仔日透早10点半，台东真侪所在累积雨量达到200，甚至300毫米。其中大武、达林乡、金峰乡和太麻里拢达到停班停课标准。嘛提醒住伫咧这几位民众出门之前，拢要加注意天气变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